小妹，你好，你这是干嘛去啊？干活。你是回家吗？来，放下，先放下，哥哥给你拿点吃的。怎么就你自己在背啊？你爸爸妈妈呢？爸爸死了，妈妈走了。你怎么不吃了？不好吃啊？我给我的弟弟吃，给你弟弟吃。对，那边，你都是走着去吗？是。哥哥跟你回家看看，好不好？你今年几岁了？11岁。上几年级了？4年级。学习好不好？学习好不好？学习好。爸爸去世多久了？20多个月。那你想不想他？哥哥看你手好吗？这都是干活干的吗？那么小的孩子，你看手疼不疼？你有什么想要的能给哥哥说吗？你们平常都是吃什么？土豆。你跟着哥哥，哥哥带你去吃一顿好吃的。